翻到嚟旺角，頭先送完嗰份外賣，而家行翻過嚟旺角，跟住個系統咧又送咗又派咗張單俾我，就由呢個通菜街威特商業大廈送去呢個大角咀澳龍裕豐8號啊，澳龍裕豐8號啊，收兩大佬個價單38，價單38.3，係 OK 嘅，但係個距離都長。個平台就要我7.56分熟度過。哇！一手要自己就過去餐廳度先。哇！唔得掂，嗌過去餐廳度先。哇！真係而家旺角好多警車。起碼呢度咧，各位見唔見到啊？鏡頭斜都要。呢度咪有個警車咯，大部警車泊咗喺度。收兩大佬，收兩大佬嚇！喂，條街平時又唔見有警車泊喺度嘅，係啊，平時又唔見有警車泊喺度嚇。一個鐘有20部呢個電動單車喺佢面前咧飛嚟飛去，唔撚察執法。俾我鳩泊喺警車度做咩撚咧？嚇！入邊一塔冷氣，有電動單車違法喺市面上行駛，高速行駛橫衝直撞，唔執法，就係泊個警車喺度塔冷氣，同埋睇下，即係點講咧？睇下啲反中亂港分子咧，會唔會喺度着？會唔會舉數目字嗰啲字咧？會個手指啊舉啲數目字出嚟啊！喂，咁屌你戇鳩嘅，真係都唔明點解嘅。香港由亂及治，由治及興噶啦，都冇呢樣嘢發生噶啦，係咪先？喂，屌到哇！好多人嘅，2間鋪頭都咁多人排隊，哇！條路唔使行啊！兩層。睇先，多。應該攞得啦，係咪？攞嚟午餐。等陣，唔該。又話等嘅。係啊。又話叫我等嘅，攞得行去啊！哇，行過去19分鐘，係啊！收到平時唔見有咁多警車喺度，一到我發咗段視頻，一到個數目字6月2+2個數目字，就即刻咁多警車喺旺角。嚇 ！Hello， 大佬，屌你真係！今年4個月咧，第4個月咧，政府公布咗咩啊嘛？財赤啊嘛，赤字169億啊嘛，係咪先？喂，如果真係赤字169億，喂，咁係咪應該更加要捉多啲電動單車違法啊？罰鳩佢錢啊？係咪先定額罰款啊嘛？每部電動單車罰5000蚊，租一次罰5000，嗱，如此類推啊嘛，係咪先？係咪先租一架5000？喂，大佬一個鐘入邊有20架，哇！20架入邊你足夠20架，5000一架，喂，你自己計下啦，都哇！發撚個豬蹄啊！發撚個豬蹄啊！真係係咪先？20架。5000，自己計下啦，10萬蚊啊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啱啊，係咯，借一個鐘就有10萬蚊罰款，喂，幾多好賺啊？仲好賺過咩啦？仲好賺過嗰啲反中亂港分子舉手指嗰啲啊！屌嗰啲根本幫唔到滅赤嘅，係咪先？你睇唔睇到？成大架警車度入邊係太冷氣，
你要輸出啲熱氣出嚟，哇！熱得到撲街啊！條街真係，連條街唔撚夠熱啊！唔想講呢啲，好啦，熱，仲有17分鐘到個 location啦，唉，好啦，熱，轉，哇！真係幾得快速，到呢個6號科，哇！真係好啦，熱行得，都好撚攰，咁快就到6號科啦，哇！好涼啊，好涼啊，應該就嚟落雨啊，應該係啊，應該就嚟落雨啊，聽聞咧，聽聞阿特首咧帶傳咗呢個吉爾吉斯啊、烏茲別克啊，嗰啲中亞國家咧招商引資喎。但係我覺得應該一個大雞棚嚟嘅，係啊，一個大雞棚。下年咧就會總結咧，嗱，中亞國家啲人過嚟香港開戶咧，為香港經濟帶嚟20億，帶嚟200億增長。但係帶嚟200億增長，但係原來呃鳩人。粵北一邊咧，原來好撚大水分。呃鳩人，睇下有冇水魚中招，睇下有冇水魚中招啊！咁你知啦，中亞國家同內地好撚近噶嘛，咁你知內地嗰啲人最中意咩？偷呃拐騙，係啊，偷呃拐騙啊！嗱，咁內地啲人咧就會連同呢個中亞國家啲人咧，過嚟香港開鋪頭或者開公司，嗱，咁梗係咩㗎啦？個資金梗係內地人俾㗎啦，係啊，內地人俾少少資金先，跟住你用中亞國家啲人嗰啲名掛人頭名，過嚟香港開咗公司啦，跟住問香港政府攞分地。係啦，因為咩啊嘛？因為佢公司個人係中亞國家嗰啲人嚟噶嘛，咁政府梗係信㗎啦，梗係信中亞國家啲人過嚟香港咩啦，大有所為㗎啦。嗰啲垃圾會議員咧，咩兩隻吳傑莊啊？屌佢頭先接受記者訪問啊嘛，佢話佢琴晚同幾個人傾偈啊，佢哋都對嚟香港有興趣啊，仲要礦產嗰啲喎，收樓大佬，即係擺到明有個大雞棚啦，擺到明有個大雞棚啦，過嚟香港 cap 水啦，因為香港啲錢容易 cap 啊嘛，係啊，只要信者上釣就得㗎啦，仲有8分鐘到個 location。8分鐘，哇！呢頭一轉，哇！真係由，哇！真係主要街又到咗，真係大個腿啊！哇！幾撚快啊！叻過隻腳，點啊？哇！今日禮拜一啫喎，仲有5日捱喎，點算啊？今日大禮拜一接近都咁攰，唔係可能唔夠瞓啊，可能真係唔夠瞓。我啲做呢單真係要收皮翻屋企，唔掂，唔緊要，真係唔明點解政府即係都要去啲中亞國家啊，啲窮撚閪嗰啲國家咧招商引資，又唔去歐洲啊，唔去美國啊，唔去英國啊，唔去北歐啊、北美嗰啲招商引資嘅，但係最撚經典嘅就係沙地阿拉伯王儲啊，係王儲啊，呢個大雞棚，又話會有個王儲過嚟開辦公室，幾廿億嘅大佬，你都撲佢個街，個王儲冇得嚟啊，一個大雞棚，呃鳩人。
個人等人哋滿心歡喜，而你一個帶雞排，呢個你咪唔夠，呢個傻閪就要數到10足10，係啊，到啦，冇得地冇得地啦，終於送完份外賣啦，7點42分送完，比平台快14分鐘，等多好攰，翻去休息啦，好，拜拜，各位早唞啊，各位。